前年5月，81岁老姓老妇人人啊，伊长期照顾有重度小儿麻痹的囡囝，伤忝啊，伊家己嘛挡袂牢。另外，伊嘛烦恼伊家己若是过往啊，囡囝嘛无人照顾，所以竟然啊，将囡囝活来翕死。最后，这老妇人人按照杀人罪起诉，法院啊减刑了，判2年6个月。但是即摆希望会当总统特赦，因为这情有可原啊，所以规案件嘛引发各界的关注讨论。好老警察的警察局警察局，负责人每一步拢正点当，因为伊亲手将伊后生翕死，这是做人老母一世人上点当的决定。死者是52岁重度的心脏者，下手的是边啊靠甲袂讲话老母，除了长期照顾身心疲劳。老母更加烦恼，家己那过往无人照顾后生，所以才将后生翕死。是在疫情期间，那因为这位老妈妈染疫的关系，她要去隔离。那因为她没有办法继续照顾她的孩子，所以产生这样的悲剧。所以反映一件事情，就是对于这个照顾者的支持，这些替代方案，我们要做得更多。你支不支持总统特赦？我支持总统特赦。那赵总统支持特赦，法界甲学界也拢替负责人求情，主要是因为负责人向伊杀人罪起诉，照理讲应该判重刑，也毋过法官考虑伊符合自首的条件，能改减刑。落尾一审判2年6个月，而且向总统提出特赦的建议。个案目前还在司法程序当中，基于尊重司法独立，政府不会在审理过程介入个案，等司法定验后再为后续。这样各界拢在替伊求情，不过负责人认为家己品行无资格获特赦，互律师听甲真心酸。这若是一件司法案件，也点出着真济台湾社会无奈佮无力的长照悲歌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